20年嗰個年期點啊？你預咗噶啦，你出得行嚟行，一定要還噶啦。做咗就要認，咁點解你仲要死撐咧？喺裏面做英雄嘅，冇辦法啦。你香港一路太平嚟噶嘛，咁太平嘅地方，你搞，我覺得佢真係低低地咯。我覺得唔重輕咗咯，係啊，佢正式搞亂香港嘅呢個判刑都有阻嚇作用嘅，係啊，唔會再有啲後生出嚟再搞亂香港啦。輕咗咯，因為佢個罪係好大噶嘛，反中亂港啊！呢個判決咧，即係話都有阻嚇嗰啲有啲有咁嘅企圖亂港啊，反我哋國家嗰啲人嘅。就係《蘋果日報》，可能利用報紙去宣傳其他即係對國家不利嘅資訊。呢個係關於就可能係背叛祖國嘅事啊，所以即係20年就有啲少。20年嘅判決咧，我覺得咧都係合理嘅，同埋係一個好公平公正，同埋俾公眾一個震懾力嘅一個咧判決嚟嘅。因為佢亂港首惡分子，不偏不倚咁公平嘅一個判決，我更加去相信我哋香港法治。